啊，以前是遐伫鹿港啊啥迄边也是，会看过来到太平这边，你若看到红光的，都是有人要火烧厝啊，啥物？红光嘿。红光，迄是毋是有魔神啊？伊足济，所以以前阮遐耍啊，我嘛树精模型足济啊，人嘛伫遐沉落无起来。迄电影毋是有一个红衫小女孩，嘿，那是大坑嘛，都是伫这附近的山顶去啉。我是毋知啦，你家己先去好无？啊，你家己有对过吗？我捌啦，尾下我接受宗教嘛，尾下我接这个殡葬的遮有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这人我相信，你捌看过梦神无？啊，毋捌，恭喜你，你真正毋捌看过，但是我捌看过，看过啥物梦神。梦神，梦神，嘿啦，梦神。我跟你讲，我伫台北看到你知影？以前阮厝迄当阵，阮有迄个姜嘛，啊有一摆，阮囝迄当阵，佫差4、5岁，啊较细汉，啊要去公园佚佗，我就带出来耍，一行出对面一丛树啊，爸爸，怎么有一个阿姨在那边？结果我瞄过时，我有看到一个，差不多学生衫，像伊这夏雨欣安尼话，头毛佫较短。青黄瓜，哎对，对，啊，差不多20几岁啊。啊啊，我瞄到。啊，你去因兜创啥？